上北角家人办高中模拟考作文却引起争议。这题目我的妈妈是代理孕母，因为代理孕母目前伫咧台湾也无合法，反对的家长就批评这家囡仔牵为错误的观念去。不过也有人是肯定出题老师想要讨论社会议题心意，不过就应该爱搁较斟酌咧。 协助学生练习准备学测，八百基公立高中最近联合举行模拟考，委托汉人出版社出题。考试结束了后，有真侪位学生伫社群平台表达不满，写作测验第2题。我的阿母是代理孕母，这个题目真奇怪，是安怎被记做家己阿母是代理孕母？ 让学生用一种妈妈的子宫拿来出租的这种概念，想要置入，这完全是误导，更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跟物化，郭高明批评代理孕母目前伫台湾无合法，这题目恐惊互人误会，而且有剥削女性的嫌疑。学生团体 8Youth 认为，考题的设计应该尊重家庭的多元，唔通伤过头引导来影响到学生的发挥。 从题干的叙述也可以看出，它强化了大众对于母职的刻板印象，偏离了作文原本应该要培养学生自由表达跟多元思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拜鲁的国文老师蔡英强肯定出题的老师看到现此时的社会议题，不过学生哪会当更较简单进入共理的情景，把题目调整一下会较周至。 假如他的母亲是代理孕母，而且是第一人称，那对于某一些就是经验比较疏离的学生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痛苦的题目。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高中生，我觉得适合让他想象，他如果是一个委员，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从委托出题心得，汉联出版社暂时无回应。不过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其实第一时间就把题目改做代理孕母制度，可能牵连到女性身体商品化，甚至牵涉到伦理甲侵权的争议。问学生的看法，甲敢会赞成合法？有老师也直接讲，学校评估出版社的题目无妥当，用专家马上应变，会当减少争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